好啦，今次咧就同大家講呢一個咧，都係一個嘅比較熱門嘅題目嘅，就係黃明志啦。咁今次咧佢出事嘅時候咧，內心都感到好不安嘅，因為點解會係咁樣嘅？就睇下八字啦，咁黃明志嘅八字咧去起盤啦。咁啊加埋咧一啲嘅靈感啦，咁以及一啲嘅推算嘅。咁當其時咧起到個盤嘅時候咧，簡單而言都係可以話佢冇事喎。咁我就冇乜可能冇事啊，因為明明係大件事噶，係咪？咁點會冇事咧？咁而家最新咧就係真係冇事嘅，咁就係話黃明志咧暫時咧係冇被扣留，亦都話咧未有最新嘅消息之前咧，都話咧佢同呢一單嘅案件咧呢個嘅女網紅嘅死亡咧就係無關嘅。好啦，咁我覺得應該都要抽少少時間去講一講佢嘅盤嘅。黃明志咧係1983年5月6日出世，出生地點咧就喺馬來西亞一個叫做柔佛磨波啊，即係譯名嚟嘅啫，柔佛磨波嘅地方出世，男性。咁佢嘅年柱、月柱、日柱就可以咧根據以上嘅資料咧就可以揾到出嚟。咁但係時柱咧就未揾到，因為八字咧就係年、月、日、時。咁於是乎咧，我就花咗少少時間咧，就揾咗推算出佢嗰個嘅時柱出嚟啦。咁都幾準咯，我覺得都 OK 嘅。咁啊，除非譬如話即係有識之士啦，如果你覺得唔啱咧，咁啊歡迎你指教啦嚇。咁呢啲咧只係一個嘅推算嚟嘅啫，就唔係話一定肯定100個百分點嘅。咁好多時都要靠翻一啲嘅靈感嘅。咁咧就首先睇下咧，黃明志咧佢嗰個嘅年柱啦。年柱咧就係癸亥啊，癸亥咧就係水中之水，即係咧佢個人咧係靈性高、直覺強，以及內心咧係好深邃嘅。月柱咧就係月字啦，月字咧就係屬於木生火嘅，即係一個人咧係有創意啦、說服力強啦、思想咧細膩咧，而且咧係有熱情嘅。到日柱啦，日柱咧就丁啊，咁啊丁酉火煉金，即係煉金術嘅煉啊，就屬於火煉金，聰明啦，有智慧啦，以及重視美感啦，以及明星嘅氣質咧係屬於優雅啦，有藝術啦或者表達嘅天賦嘅。年柱、月柱同日柱。咁呢個三柱咧係固定嘅，只不過咧係時柱啦。時柱咧就係講每2個時辰咧就一個嘅變化嘅。時柱係做咩嘅咧？就係反映咧潛意識啦，或者晚年運啦、事業嘅格局啊，以及咧靈魂嘅傾向嘅。好啦，咁究竟咧佢係屬於邊一個嘅時柱嘅咧？咁有幾種嘅睇法嘅，咁我就已經係逐個咧，即係12個時辰嘅時柱咧，去揾佢啦，睇佢究竟咧係邊一個先係真正嘅時柱嘅。咁當然都要計埋咧佢嗰個嘅三柱啦，咁去計嘅。咁咧就睇下咧佢嗰個真實性格啦，同埋人生嘅經歷啦，例如佢事業嘅方向啦、感情嘅特質啊、健康嘅狀況咧，就可以咧鎖定咧3個嘅時辰嘅。咁啊，跟住咧就慢慢咁去砌拼出嚟嘅。咁啊，我自己揀咧，我就會覺得咧，佢係有幾個嘅可能性嘅，就係佢喺11點早上嘅11點，以及晏晝嘅3點鐘，就係最似佢噶啦。咁啊，早上嘅11點係有啲咩特質咧？就係午時啊，時柱咧就係甲午啦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佢係11點出世咧，佢嘅時柱咧就係甲午，木生火旺，即係呢個人咧係極具魅力同理想主義，中意表現同埋自由嘅，好容易咧就成為一個舞台嘅焦點嘅。以及佢咧就係熱情洋溢，不過慎防咧就真係過度嘅消耗嘅吓。即係咪用得多啊？厲害得滯啊，就會有所消耗嘅。咁另外咧，我自己估計咧，佢亦都係有機會咧，係晏晝嘅3點鐘。嗱，我就以2個時辰計啦，咁所以咧就預佢3點、4點至5點，即係3點至5點嘅。不過我就講頭嗰個時辰，咁啊容易啲記咁解嘅啫。咁咧就係申時嘅。
如果佢係晏晝3點鐘咧，佢個時柱咧就係丙申，即係火煉金，咁啊屬於咧係思想思維快啦，語言能力強啦，具表達咧同埋行銷嘅天分嘅，咁而且咧中意啲新鮮嘅刺激啦，能夠咧喺公眾領域或者傳媒上面咧係成功嘅。咁因為咧佢嘅生意都係自己做嘅，咁所以咧佢都係屬於一個嘅傳媒嚟嘅，係嘛？咁啊，但呢個咧就比較少啲係舞台上嘅效果嘅，咁所以咧我自己估計咧，佢就似乎係午時嘅時候咧就係似一啲嘅。午時啦，嗱就係木生火旺，靈感同熱情咧係屬於最強嘅。佢個主題啊就係舞台之火，領導之光嘅。咁因為有自己嘅團隊啊，咁所以佢都係有領導嘅才能啦。而且喺舞台嘅時候，佢嘅表現咧都係非常之好啊。咁所以咧呢個時辰出世嘅命格咧就非常咧係有呢個舞台嘅能量嘅。咁而咧佢係日主丁火，咁即係咧屬於精緻之火，即係呢種火係叫丁火啊。咁喺午時咧就被太陽嘅火咧就加持，形成咧一個叫做火旺生木嘅格局嘅，咁啊可以話係充滿住咧生命力同光彩嘅。而咧甲木咧喺時干啊，即係天干地支啦，上邊咧都代表咗靈感嘅來源、創意啊、原始嘅能量啊，都係能夠象徵咧佢能夠係啟發他人嘅。嗱，點解會甲木咧？因為木咧係有甲同月嘅，甲木同月木，甲木咧係陽木嚟嘅，月木咧係陰木咁啊。好啦，咁啊繼續睇啦，午火同日主嘅丁火咧係互相輝映嘅，咁令到咧黃明志天生咧係適合面對群眾啦、表演啦、教學啦、創作啦同埋引領他人嘅。缺點就係乜嘢咧？就係能量太強嘅時候就容易燃燒耗盡，容易勞心或者情緒波動，需要學習放鬆同埋節奏嘅。呢個咧都係屬於典型嘅舞台之命啊，即係舞台之火，好似明星啊、導演啊、藝術家啊、老師啊、心靈導師嘅命嚟嘅。咁啊，如果咧喺群體當中咧，就會自然咧就閃光，亦都能夠感染咧他人嘅情緒啊。所以呢個午時咧係非常之吻合嘅。下一節咧，同大家再分享嘅時候咧，就等大家消化下。即係如果你有興趣啦，咁我哋都可以咧估計下，究竟邊一個咧係似黃明志嘅。一步一步咧，我諗會可以做到有睇下去到邊啦。咁我哋就一步一步咁去睇下佢嗰個嘅命運係如何嘅，都唔能夠話一樣嘢就講到中尾嘅。好處咧就係話而家係有啲嘅好消息，呢個好消息能唔能夠繼續落去咧？咁啊，我心中有數，不過可以同大家分享，一步一步睇落去。好啦，咁啊，短短地咧，OK，拜拜。